里还上不去。那小飞机，早上选了一条新，这里是我能到的最高点了。早晨起来选了一条新路，走到了能走的最高。这个地方确实挺漂亮，没有什么人来过。我希望能够拍好它，但是现在恐怕不行。遥控器没电，只有另外一个遥控器，另外一架飞机可以飞了。
是谁走出来的？都搞不懂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6岁17岁，那时候对路标。一直在拍岩石，用一个轨道，那个是固定的，也在拍。等一会儿看光线好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去那个叫什么飞机。今天云还可以，不算最好，但是还可以吧。拍一点嘛。水也比较平静，也有一些倒影。还在等待光线，这个光线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么样。看前面要下雨，还在等待。哦，这样可以。等待光线，现在看情况吧，看怎么只对着我呢？哇，刚才童家准备切菜，他说要吃炒菜，所以晚上想办法炒一个菜吧。炒一个什么菜？白菜，还有呢，胡萝卜。拍不出来了，胡萝卜明度了。还有我煮的米饭，这里面在煮米饭，煮2个人吃的米饭，可能还会放点羊肉吧，羊肉不过太硬了，我不知道。吃羊肉嘛。把DJI 的 WiFi 绑在了华为的无人机上面。希望飞到山体的突出部位，接收10公里外的讯号，无线讯号，作为一个中继，把无人机飞出去，看能够飞得多远，然后讯号能够传达到我的手机，需要能够传递到多远的距离。希望我这次实验能够成功。今天下雪，我们暂时是下不去了。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燃料，所以不会太担心。希望日出的时候会有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给我们呈现给世界。这个飞机上我装了一个 WiFi， 准备飞出去，飞到那个山体突出部位。
然后发送一个信号，因为这里接收不到信号，发送一个平安的信号给朋友们。现在还在下雪，我希望我这个实验能够成功，希望能看到信号的回复。现在问题是解决手机的问题，因为我把手机放在了遥控器上面，飞起来以后就没有。有点冷啊，这里。看着我的无人机，我的车现在下大雪，太阳出来以后会很漂亮。但现在我先要发送信息给朋友们，报一个平安。准备用无人机带着 WiFi 到前面去山体前出部位，发送信号给朋友。现在无人机停在了66米外，66米的地方，230米的地方，我看看有没有信号。我现在让无人机返回，因为刚才用手机。让它自动着陆降落返航，自动返航。不用。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小飞机没开呀。
家在整理帐篷。我们今天准备来营启程，东西真够多的。这里海拔很高，用起来会很累。我还有2个相机在拍冰雪融化的过程。早晨基本上都是童家在弄收拾，帐篷已经卸掉了。这么多东西，车里面塞得满满的了，不要陪到车子啊。Broken